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看呢，小琉球同澎湖嘅绿色运输，除了发展绿色运输，澎湖嘅大碳岛计划有一个韩国重要嘅目标，就是降碳50%。澎湖是全世界最好嘅风场之一，东北季风过强，过适合发展风力发电。澎湖也打算在今年代会成立能源公司，还会找人民来做股东。希望创造出像金酒公司同金门人民安尼大家旅游发展、旅游好处的情形。接下来嘅报道来看，那是澎湖嘅大碳岛计划，按用来推动风力发电。火树云花安江嘅天花炮同安布石头看起来好光灿烂，也喺今年4月中开幕，进行到6年底将结束嘅2013年花火节。也咪讲澎湖嘅旅游产业做开始嘅。澎管处对1997年开始统计去了人数，澎湖嘅旅游人潮对4月咧开始出现，7月咧係青岛嘅时节，当年7月咧平均车大概係14萬人次，一直到10月底靠東北季風大熱就結束嘅。4月咧，單日嘅旅遊人數一下減到全萬個3人，數漲有10倍咁多。安泰東北季風係澎湖觀光產業主力，也澎湖人希望老佢改變咗老天公送本澎湖人清好禮物。就18年呢1月初6行政院核定澎湖為低碳示範島。我的想法是講，澎湖做100年休100年，100年那東北季風來先。觀光客都轉走強強，本風吹走以後，我希望講有一種嘅天氣造成安很東好嘅模仿片我希望講佢將來對人最好的幫助。也是因為澎湖國語公投失敗之後，澎湖在整個發展的選項裡面，我們是認為應用地方的風是澎湖的優勢因而澎湖群島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孤絕性，它如果推動這個減碳事實上是可以成就變成一個所謂的一個低碳島。一搭俾台天也頭中段嘅風力延期，澎湖天氣風場條件有幾好呢？用中段風場做例嘅，平均一年發電青島時間有3800點鐘，比全世界已經開發風場嘅平均車大概2000點鐘行下站到。那個台灣西岸的風場大概2000到3000點鐘，中國大陸東岸的風場大概1500到2000點鐘。行政核定的澎湖大碳島計劃總經費80億元，其中只有59億加埋4股嘅3股，按算用途開發11隻風場，年發電量超過做得有5億磅天，係講完成蘇皮天路同海帶天纜，打通所講嘅印度兩碼。台天總是當年同澎湖聊天20億元。我想低碳計劃裡面，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將來要達成減碳50%，讓澎湖成為一個國際的指標地區。因為澎湖事實上，澎湖的風源在整個世界的一個風場排名比，它是佔很高的它一年發電的買載量大概有達到3800小時以上。任督兩脈部分就講，台灣到澎湖嘅海底嘅嗰種嘅天然去做通，澎湖嘅風變成天嘅潤到台灣去，本台灣用叫做天嘅輸送嘅部分。嗰種嘅熱天嘅時間對，熱天嘅時間澎湖冇風。那冇風對台灣的天就送過咗兩片我澎湖島唔會欠天呢是主要的這種任督兩脈本人下令，緊急的於3分鐘之內解散離開現場。雖然台灣發展風力發電意識下，不過到台灣西岸還係有人吃到當唔安心，比如講美麗灣里反風茶運動還冇結束，不過到澎湖沙洲的台基穿切，澎湖縣政府計劃放金門酒廠邀請業民來投股，按照年代成立澎湖縣能源公司。澎湖主要係台灣再生能源清態嘅實驗場，也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還設立一座國際中小型嘅風力機測試驗證場，好幫國內中小型嘅風機廠商利用澎湖嘅大風、高陽土、暗好天時條件來測試。
目前国内有将近18家的厂商，他们开发的小型风力发电机都拿来这边做测试，然后这个地方算是他们练功的地方。如果他们觉得还不错，我们初步的这些测试 OK， 那他会到我们的国际认证厂，去做。那为什么要去做在这个国际认证厂做测试？因为为什么可以增加它产品销售到国外的竞争力？为了要配合澎湖县政府的5年的低碳岛计划，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低碳岛的研究中心。那把很多的力量集中在发展风能这一块上面。我们学校在这个太阳光电板跟这个风能的装置容量，大概是占我们学校用电的13%。单日发电量209千瓦，碳足减会到133公斤。迄讲澎湖寒天24风，热天做14日头来发电。澎湖县对茶船管理处吴江岛机场也做清晰日头能板，正开始用的马公机场龙头的日头光天，瞬间发电量有499千瓦，一度都是再生能源的利益。和澎湖台没有一只日头能养出温室，用来烧高山车海蛇、海葡萄。那我们这个养殖场的光电温室是应该算是台湾第一个养殖温室，然后我们上面有50 kW 的那个太阳能光电板，那光电板来发电来给我们养殖场来使用，那这样子我们使用大概就可以来够就可以了，我们养藻类是应该够，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后推广无碳养殖，在养殖的话能够把那个碳还有把电能消耗到最低。同马公本岛的尖山火力发电厂供应全澎湖群岛的电力，今日澎湖清态污染源头占排碳量的一半较高。迄讲做得本风能推火力发电，澎湖减碳50%目标，停电就做得到。火力发电，它的一个碳量占澎湖整个碳量是35万吨，等于说是1半以上的碳量。因为火力发电如果停掉的话，那相对的澎湖就是达成一个减碳50%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也是澎湖人的一个骄傲。如果澎湖真正的实现风力公司，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指标。绿色运输同大碳旅游，长期来看做上述的大碳教育，发展风力发电同各种的再生能源，是喺澎湖希望变做大碳示范岛的主要目标。澎湖县政府已经规划将后寮能源园区本台湾的中小企业来做再生能源训练同展示。澎湖作为省，台湾就做的这样方式去做，安样对台湾同澎湖都有好处。伊伫己的东西拿来澎湖做试验，那 demo 本己的客户看，己的客户嘛，在都咧到澎湖来看个产品，那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第二个对我们的产业蛮有帮助，安尼对澎湖对台湾都有好处。澎湖现在那个低碳绿能的部分，重点都是摆在公共建设的部分，像机场的太阳能板以及第3渔港的太阳能板。但是太阳能这种大型的建筑物在澎湖地区，它其实是比较不适合的，因为澎湖的冬天沿海太大，这些巨额的投资到时候都会成为一个县政府一个财政上一个很大的负担。做大碳还有当然的路爱行，行客做唔得抢打天花炮，噼里啪啦嘅项目做模分也模样。澎湖县有按暂得的风能条件，没有按等热闹的沿海，同风爱机器唔是几多年就上路意外，亦得按冲台建设，看样几多年寒天的考验咯。后续的维修同设计的效能，做得到理论上的效益冇。台湾未来发展的上大碳岛冇，看澎湖县下后发展的经验，拍出地道嘅。